们静静的，就是在这边等候主的时候，主就会跟我们说：“孩子，我知道，我听到你们的心意了。那现在我也在这里，跟你们一同的坐在这个聚会的场所里面。那我想听听看，就是你们想要对我说声什么？那我们一起献唱这首诗歌《丰盛的应许》。”此时此刻的我们，安静着我们的心，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先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或是弟兄姐妹们觉得在教会里面，希望教会能够有什么样的提升，希望教会能够做什么样的施工，或是希望教会能够再如何的拓展境界，我们都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的呼求，请。那我们天父，我们是在我们要的应许的时间，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知道你正在聆听我们的呼求，那带着我们的心意，引领着我们的教会，无论从我们的一个尊荣到我们的青年，到我们的一个幼童，那都希望你能够更多的事服到我们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干事、我们的传道人，都希望呢能够借由你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提升。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求你是我们更多的一个意向，引领着我们向前行。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带给我们就是更多的丰盛，我们需要你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满足。那我们可以在你的喜乐中成长，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合一，在爱里面我们彼此建造。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坚固的绑脚石。那像我们的教会需要你成为我们的磐石。那我们在教会的坚固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成为地方的祝福，将福音传遍在这地。天父灵天堂在这边就是献上所有衷心祝福的祷告。我们的教会需要你的引领，需要你更多的爱，需要你更多的一个满满从天而来的大能与智慧浇灌我们，就像那个路被你引领到那个溪水旁一样。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希望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成长，希望你能够带给我们从小树茁长成大树。那希望你可以带给我们一粒麦子的精神。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求你差遣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再一次献上这首诗歌《丰盛的应许》。你仰面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等候主，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是依靠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现在我邀请
弟兄姐妹，邀请我们的肢体，为着我们教会的执事，为着我们的传道，为着我们服侍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众肢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肢体有什么负担的，对于我们的执事，我们辛苦的执事，我们的传道人，我们想要来祝福他们，或是来为他们的事情来代祷，都欢迎在这个时候可以放胆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对主说，请。那我们的天父，当我们在这边祈求，当我们献上祝福的同时，求你引领我们那一个辛苦的一个执事们，还有我们的干事，那他们是在这边就是主预备的一个辛勤的一个工作。当他们在这里为自己献上的时候，那你的大能就隐形在当中。那他们学习你舍己的样式，为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付出。那他们也辛苦了，祈求你能够在他们疲累的身心灵里面，带给他们恢复，带给他们心灵上的满足。那能够他们在服侍的过程中，就是明白，都是他们是献上自己，为你所用，成为你珍贵的器皿，成为圣洁。那也教导着我们分别为圣，就是用他们舍己的样式，为人们辛勤的样式，带领着弟兄姐妹们，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合一，彼此成长，彼此互助，我们献上自己。亲爱的主，那我也就是为所有在这边的一个传道人献上祝福，那让他们能够就是开启福音的奥秘，那祈求你能够开启他们的眼耳鼻口，让他们能够在你的引领中，那能够带出就是更多的一个福音，那能够将所有就是你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旨意，那丰丰富富的那显明在灵泉堂里面。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这边就是也辛勤了许久，那希望你带给他们心灵上的一个满足，带给他们在这个基督里面的喜乐，那让他们能够跟着你，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我们都可以学习你的样式，以基督的心为心，在这里等候。奉耶稣基督之名，我们要再次宣告灵泉堂是属于你的，灵泉堂是属于就是耶稣基督的。那我们把自己全部的献上给你，为所有的众肢体，还有为所有肢体的家庭们，还有他们的生活、工作，还有在心里面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的帮助。我们都在这边献上祝福，献上祈求，献上代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永远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里共情，放我在你的手心，凭着信心领取。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为着我们心爱的人来祷告，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祷告了好久，你好希望他可以跟你一同来信主，可以一同经历主的救恩。可是好多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可是神要说，孩子，尽管的把你的负担完全的交到我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为我们心爱的人，为我们有负担的人来祷告，也可以为着刚才我们所听到，我们肢体之间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问题的，也可以来这个时候来为他们来祷告，请。这个阶段我们静静的祈求。
的天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人，那却我们总是就是在这边就是愿意就是跟随你的一个脚踪。那希望你带给我们更多的从天而来的权柄。那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为心爱的人献上一份心力。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让他们知道有人在这里为你祷告。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力量，就一定可以充充沛沛的，就是满足他们所求所想的。当他们有需求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就如同你看见我们的需求一样。然后我们跟着你的一个样式，就是学习为人家祷告，献上自己的同时，那这是你喜爱的，这是蒙你悦纳的。那相信你也会成就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代求，那帮助我们为心爱的人献上的祷告，祈求主耶稣基督聆听我们每一个呼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再次献上这首诗歌。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拯救，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最后这个阶段，我也邀请你们，就是为自己献上一份祷告。当我们每次都是只想着为别人献上祈求的时候，却忘了我们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发动机。我们需要满满的能源，需要满满的力量。当我们知道有人在为我们祷告的同时，我们也要为自己献上一份就是祝福的祷告。我们都有需要的事情，那主耶稣基督现在正在这边聆听我们的呼求，他喜爱我们舍己的样式，那他当然也会帮助我们自己做出的每一个愿想的祷告。这个阶段，我邀请你们同声的为自己献上祝福的祷告，请。感谢赞美你。你在民数记6章24节到26节说，你永远要赐福给我们，你永远要保护我们，而且你的脸永远要光照着我们。所以，众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焦点都转到耶和华身上，转到主身上，因为让他的光来照着我们，来赐恩给我们，他会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我们就更有力量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好多应许，你说都是是的，都是丰盛的应许，都是你要给我们的。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求你扬脸，那使我们安然居住。我们最后唱，我们等候主这边。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
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感谢主耶稣基督，求你是我们美好的应许，求你成就我们每一个祷告。当我们在这里等候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你，也祈求你就是悦纳我们线上的敬拜，线上的每一个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请今天所有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好，我们一起同声祷告。亲爱的主，我最敬爱的天父，当我们今天将所有的事工就是交托在你的手里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希望你大能就运行在这边，希望你陪伴我们，不论从讲道的到敬拜，从祷告到接着下来所有的一个服事，我们所有的同工都需要你坚固我们的手，让我们今天在主日都能够做出美好的服事，有美好的见证，那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当我们将所有同心就是在这边线上的祝福跟祷告的时候，你大能就运行在当中，成就我们在今天在主日里面能够带给所有弟兄姐妹一个完美的一个主日，让我们将所有的祷告、献赞、就颂赞都全部都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传道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使用每一个弟兄姐妹，愿圣灵你的能力、你的恩膏、你的爱充满每一个服侍的手，让我们用爱与行动来将你的福音广传，让我们用爱与行动让弟兄姐妹能够得着。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我们平安喜乐的心在服侍的手上，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在我们工作岗位里，因为我们同在同行，谢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